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申命记18章15节到20节。和本圣经在240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人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我们现在请本堂的许胜凯传道来讲道，题目是代言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经过平安的一个旧历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有一个盼望。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个人，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面，我们要继续为主人来做工，来侍奉。此时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话语，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新年恭喜！过年这几天，我们常跟我们有很多的家人一起欢喜快乐。在这么长的一段假期里面，我想我们可能都在跟很多的亲朋好友在分享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光。我们也会去拜访一些亲朋好友。那我们去拜访的时候，依照我们台湾人习惯，我们一定会带个礼物，台语叫单咯。我们会带着这些东西，我们会去拜访这些亲朋好友。但是我们到底要带什么东西呢？现在有许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选择，但是我们要选择一样好的东西来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伤脑筋了。像这个过年，我也去拜访了一些亲朋好友，那我就在伤脑筋，我到底要送什么样的东西给他才合适呢？不过所幸现在的超商非常方便，一到超商的门口就有许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让我们去选择。看这个家的小孩，他们家有小孩，那我就可以选择比较适合小孩的东西去给他们。当我们在这样选择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就会想起这样商品我们挑它，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某个广告的影响，或者是曾经有某个明星，或者是有人为了这项商品来代言。也有可能我们这9天的假期，我们都到各地去游玩。当我们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也有可能有些地方我们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就有想到我可以去那里玩。这个就是代表着那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借着新春期间，我们去拜访许多我们许久未见的这些朋友，我们一起可能诉说着过去的那一段很快乐的日子。但是在这一段期间，我们一直在回忆这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看见上帝过去在这一段时间，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那奇妙的作为？我们有没有在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的时候，我们去诉说那个上帝的恩典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现呢？还是我们只是在这几天的假期里面，我们以吃喝玩乐这样子度过呢？我想这都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到底面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出埃及40年之后，
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这一群百姓已经是新的一代的百姓了。最初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都已经不在了，而这群人他们在旷野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即将进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那迦南美地。摩西其实很担心，他看着这一群百姓，他心里甚是担忧。所以当以色列人聚集在约旦河东岸的旷野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向这群百姓解释过去上帝所颁布的这些律法，他一项一项的说明，他将一切的事情重新的解释，是解释那在西乃山上上帝所颁布的这些命令。摩西一面回忆，一面叙述着过去40年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尤其是特别重大的事件，为的是要提醒这一群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过去上帝是如何带领着他们走过旷野，如何带领着他们去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带领着他们，使他们生活这些问题不再成为他们生活上的问题，让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摩西再一次的呼吁，他们必须要顺服上帝，也要对上帝忠心。所以摩西再一次的用10诫里面来强调的第一诫来强调说，要百姓只能敬拜上帝，将来进入上帝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更要遵守这样的一个律例。这是他们面对的问题，而且他们要在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即将进入那迦南地之后，他们要面对居住在迦南地的这些人、这些民族，因为这些民族他们在做上帝看为恶的事。迦南地的各个民族，他们所行的这些可憎恶的事，其实在今天的经文的前面，从第10节到第11节里面有说，他们说将儿女放在祭坛上焚烧，有占卜，有关照，有行法术，有用符咒，有求神问鬼，或者是问死人的阴魂等等。当然，这些只是摩西在重申这些的时候，他举的一些例证而已。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将会面对他们将会面对上帝看为恶的这些民族，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习俗，他们要面对的是比在旷野中更多的试探与挑战。生活的环境即将改变，从旷野那种迁移漂移的一种生活，要转变进入成为一个安定耕作的一个生活，也要接触其他民族的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他们的风俗习惯。因此，摩西除了再一次的叙述在西乃山上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的约之外，也在预备以色列人他们即将面对的问题，也就是将来没有摩西的日子，征服迦南地所要进行的战争。在未来没有摩西的日子，以色列人民将由谁来带领呢？是由谁来为他们解决问题呢？是由谁来听到上帝的话语？是由谁再来诉说上帝的旨意呢？如果进入迦南地所需要进行的战争，面对这些身强体壮又高大的迦南的他们的住民的时候，这些民族他们打得赢吗？而且不止一个民族，有许多的民族，他们有那个能力去打这场战争吗？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问题。那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在上周我们除夕夜的周报里面的第10页，有一个除夕守岁家庭感恩礼拜，在这里面提供我们在除夕的时候作为家庭礼拜的一个范本。在当天，我用这个范本跟我的家庭、跟我的母亲、跟我的弟弟一起来做礼拜。
在这个礼拜里面，他有几个事情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说，选出我们家中最3件感恩的事，3件最回味的事，3件影响最深远的事。当我们再一次去回忆、去想起我们家庭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要追思、叙述祖先的事迹，也可以念家谱，或者是传阅祖先的照片。从这些回忆当中，再一次的建立我们对家庭的一个感受，然后为我们的亲戚来祷告。最后呢，有一个宣告性的祷告，就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新的愿望，让我们过去的在未来的这一年里面呢，心里有想什么，愿主来成就。如果我们家中大多数人不是基督徒，那一样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叙述。我想这样的一个叙述是为着我们家里的人来做祝福的。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是否对于过去的那种历史，不管是家庭的历史、家族的历史，甚至是台湾的历史，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了解与认识呢？或者是说，我们对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多少呢？或者是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桃园市、桃园县、台湾，我们知道它的过去历史以及现在的状况吗？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生活中都面对着许多的议题，不论从政治、经济、环境、人文、历史、科学等等方面来看，其实有很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其实都牵动着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从刚刚结束的选举里面来看，这个政治的议题，其实才真正这个结果才真正要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从经济的稳定或变动里面，它也会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品质受到影响。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会影响着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当然，这都是表面看得见的。然而，我们所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个人内心、心灵里面、灵魂里面上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每年所看重的圣诞节，已经逐渐被商品化了。在选举时候的一种庙宇的文化，他们这些候选人一定到庙宇去求神来保佑他们当选，却没有去看看自己到底能够为人民做什么。过年的祭拜，或者是像初五的开工，新闻说有一个商家用了168公尺的长的鞭炮，为了是求一个好彩头，等等的这些真实的状况都出现在我们身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想，到底有谁可以带领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有许多需要去征战的，有谁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呢？今天的经文中，摩西提到，你们将占领那地的居民，他们听从占卜和观照者的话，但上主你们的上帝不准你们这样做，他要从你们的同胞中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要听从他。那么先知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提到在迦南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人的一个行为呢？之所以要提到占卜、观照等等，是因为在当时行这些事的人，他们都被认为是一种先知的表现。他们会运用许多的方法，宣称他们能够知道神明的意思，或者是他们能够预知未来。这些人与其他的神联合，但是上帝已经清楚地表示，上帝不会借着使用这种假的方法来启示上帝自己的心意，或者是给予任何的指示。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真正的先知是什么，就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些是属于外邦人、异教国家的一群人，
他们在以色列的宗教里面是毫无地位的。所以看来，先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指出上帝的旨意，然后将其中的信息传递给个别的人，或者是国家、城市，甚至是君王。在以色列，先知是奉上帝之名说话具有权威的人。先知同样的对君王也对人民讲话，将上帝的引导和旨意传达给他们。因此，先知常常说到未来的事情，特别是上帝在应许上面的事。上帝在以色列设立了这样先知的一个职位，是要借着先知使以色列百姓知道上帝的声音和旨意。先知不是用人选举的方式来产生的一个职分，也不是像利未人一出生他们就要在圣殿里面侍奉一样，他是由上帝直接选召的，是上帝从众人中选出来的。比如说以赛亚书6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他的一个经验到上帝的呼召，他先认知到自己的嘴所说出来的话是不洁净的，他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是不洁净的，然后他亲自看到上帝，上帝用差派天使用炭，火红的炭来洁净他一切的过犯和他的罪。这样的一个经验，使以赛亚从他的同伴中被分别出来，成为传递上帝话语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摩西在一个传承的过程里面，他已经在西乃山上领受到上帝的话语，他担任了传递上帝话语的这个职分的人。他也来说明先知应该要如何做。因此，以色列以后的一个先知，也要用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功能，来继续引导他们，将上帝的话语真真实实的告诉他们，带给他们，以色列百姓才不会对未来失去了一个方向。先知的职分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所说的不是上帝所吩咐的话，他就要因此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也有极尊贵的地位，凡他奉上帝名所宣讲的，人若不听从，却要因此而受罚。所以先知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当代的人是一种警告，他要求人要回转归向神。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听的却是很少，所以以致以色列人常常遭受到很多的困苦。先知的职分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不是单单传讲上帝话语的人而已，他也具有上帝那种怜悯慈爱心肠的人，他要这样去疼爱他的百姓。因此在百姓犯罪要被上帝惩罚的时候，比如摩西，他又为了这群百姓向上帝恳求赦免。摩西就是这样成为先知的一个典范。摩西也是面对面跟上帝像朋友说话般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当百姓在西乃山上听到上帝的声音和看见山上那种烈焰的时候，他们心中非常的畏惧。他们就向摩西要求说，祈求上帝不要亲自对他们说话，免得他们死亡。上帝认为他们所说的有理，就应允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应允要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兴起来。在现在我们知道，这位先知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在当时，他要求百姓要顺服像这样的一个先知。至于当时先知真假的一个分辨，就是看他是否传讲上帝的话语，以及他所说的是否会应许。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是否还在等待
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吗？我们是否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四处在寻找这样的先知吗？其实，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认定他们所期待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看见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许多旧约中的预言和应许。比如说，耶稣用饼和鱼喂饱他们，就正如摩西在旷野中所行的一样。耶稣行了跟摩西在旷野中一样的神迹奇事，他们认定这就是先知。当耶稣应许将有永流不断的活水的时候，百姓也想起摩西在旷野中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他说，将有一位先知也会如此行。当彼得和司提反在宣称耶稣就是像摩西的先知的时候，当时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耶稣是永远活着的，所以死了以后不需要有其他的先知了，他永远在带领指引着我们每个人。所以先知的声音，先知的话语一直从古到今永远存在。那么耶稣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做呢？在路加福音24章46到49节，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着说，基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把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那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上帝的见证人，也都是上帝的代言人。在过年期间，我们会跟我们的亲友团聚。我的亲朋好友里面，多数都非基督徒。在这样不同的宗教信仰里面，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的时候，又要怎么样来显现出上帝的公义、慈爱、怜悯和恩典呢？在过年这几天，有机会跟几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简短的交谈，知道他们在过年期间，跟他们亲友里面有很好的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分享。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在过年的时候，除夕夜那一天，社福中心我们在嘉南教会的社福中心，我们收容了一些因为家暴而被紧急安置的孩子。在当中，我看见了一些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我在他们身上却看见了耶稣，看见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聘请一位厨师，照理来说，除夕他就可以开始放假，他也可以放年假。可是他为了这群孩子，他说除夕夜我要煮年夜饭给他们吃，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菜市场没有开，我一样进来，中午晚餐我都煮给他们吃。看见他为这群孩子付出的时候，我就看见在他身上有耶稣基督。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他跟我们家庭里面一样，他煮了12道菜，给了30几位工作人员和孩子吃。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社福中心也有老师，他在除夕夜他要赶回嘉义，他说我要等这一群孩子们吃饭开动之后，我才要离开。他离开，他赶着出去坐高铁，可他叫不到计程车。我那时为他祷告，然后呢，我告诉他，你真的叫不到，我开车送你去高铁。感谢上帝，在我讲完这句话之后，计程车司机就回应了，让他能够很顺利的在8点回到嘉义，跟他的家人一起享用年夜饭。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耶稣基督。在上礼拜，我参加总会的牧家的活动，在往日月潭的途中，我的轮胎在高速公路上去
能够告丢物件。当时我不以为意，又从日月潭开回来到桃园，在几天又从桃园开到台北，然后在大年初2的时候到了宜兰。到大年初3，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才看见我的轮胎破起来，很大一个凸起。然后呢，就赶快打电话问问看我的亲戚里面有谁他是开轮胎行的，还好有一个是，然后就把车子开到他那边去。上帝的保守使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爆胎，没有受伤，因为那个轮胎已经要爆了。这是因为有一位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在过年前他的轮胎也曾经有这样的问题，让我想起上帝的保守和带领。所以我就跟我那个亲戚，我要叫姐夫，跟他分享这个轮胎是如何，我跑了这样200-300公里之后，我依然在这里，是上帝的保守。我跟他分享完之后，也分享了我们教会在社区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直接回应我说，如果有需要，多的他没有，他可以尽力来帮助。在他身上，我也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社区事工里面，我们有安家食物银行，我们透过给予物资，我们去关心那些急需要的家庭，他们一个礼拜他们粮食上的需要，我们关心着他们。在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好像是我们给，事实上耶稣跟这些弱势的人在一起。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些人领了物资，甚至是有些人已经进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耶稣，因为耶稣跟他们同在，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感觉。在我们主日礼拜的同时，我们也关心着街友，也就是恩友。我们透过诗歌，透过影片，透过给他们爱餐，这样的一个服事，在这样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我看见这些人的一个成长。他们知道来到教会要打扮得整齐，他们知道来到教会要守时，他们知道来到教会不只是给他们一餐而已，还会为他们祷告。甚至有的接恩友，他说我今天感冒了，我不方便进来，我怕传染给你们。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成长和转变。在他们的身上，我看见了他们也开始关心别人，我也看见了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常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我们是个父亲母亲，有时我们是儿女，有时我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员工，我们是老板，我们是长官。上帝给我们这些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要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代言人不单单只是传讲上帝的话语，不单单是像先知一样真真实实的将上帝的话语与人分享，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逐渐的流露出来你所经验到的上帝的那个恩典、慈爱、平安与喜乐，是真实的让别人去感受到的。所以要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不仅我们要熟记上帝的话语，更要将上帝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我们不可借着上帝的名说话，我们要敬畏倚靠上帝，要照着耶稣的教导，顺服圣灵的带领，将我们的信仰生活化。也要让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对内是个祷告的教会，对外是个宣教的教会，能够真正的早日的落实实践。以及我们在去年提出我们迦南教会的特色，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一个味道。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许多的角色，我们要让别人马上就对我们印象深刻，那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摩西的带领，使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在即将预备进入迦南地时，他们看见、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遭遇，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困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你的代言人，真真实实的传递着你的话语，真真实实的分享你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让人都看见，让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愿你赐福保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时，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的新的诫命，一起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